伊个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国家文艺奖2007年，过来文建会指定第一届重要传统艺术的保存者，阁是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一批国家认证的国宝级的艺术工作者。咱来欢迎咱的台北传统英语的艺术尤秀卿老师，请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真歹势，哇，拄仔咧唱甲足热烈的吼。今仔我家一个就安尼啦，无小气也毋讲菜谱，今仔让我家己因为咱吼声音是无通好，唱歌敢若唱迄个破灯笼，就歹势。今年本来就是迄个98岁老阿伯。我咧甲大家特别介绍者，老师为了要参加节目，所以特别编4拍的这个向母语老师致敬的这个歌，我即摆就来请老师看。